南麻豆84线快速道路有3台货车相撞，一个驾驶喷出去，摔到高架桥骹死亡，其他2人也受伤。民众党开除李金树的党籍，而且讲伊是用辞职要换补偿金。李金树讲家己是受政治压力才死，一仙都无摕。罗红旅游和海客侵入20万份个资，互人公开，原公司裁罚100万。专家建议企业应该要有成本辨识等等的验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4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英。先来关心一件车祸，这是台南麻豆台84线的快速道路，在半暝每2点的时发生3台货车相撞的意外。原底呢是有2台货车是停伫咧路径，结果后壁一台大台的是完全无打动，就安尼甲剪落。一个查甫驾驶呢是当场安尼喷出去，落尾摔到高架桥骹过身去，也那其他2个人也受伤。目前这警方是犹搁咧调查原因。看外面这台车的零件是脆，规个涂骹满四界拢总是。货车的车头因为弄伤大力，烂糊糊，变形甲真正力。这站就发生伫14半暝要2点，台84线快速道路向东台南麻豆段，是3台车挤落去的车祸。根据了解，起头是一台白色小货车，告将停在路边，另外一台蓝色小货车，哪像来倒卡手，无经过后壁一台大货车，对因后壁弄落去，甲小货车弄入去内线车道，现场路长。我从后方看过来的时候，是有微微看到双黄灯在闪，然后一台车子就从我旁边超车过去，他变换车道到外线就撞了。我看到的时候是他们应该是在路肩，不知道有没有站到外线。那我是看到蹦的时候，我赶快冲过来这边。消防局出动8台车，15个人赶到场，拢总3个患者。上危险的是缀咧大货车骹的驾驶，规身躯有真侪骨折，救护人员叫吊车把车体吊起来，才顺利把人救出来。那另外一个是36岁姓黄开白色货车的驾驶，伫相撞的瞬间就安尼落落去高架桥骹，找到人的时阵已经无喘气。大货车的驾驶虽然意识清醒，不过颔管骨受伤，马送医急救。报案者是跟我们讲说他是有被车子压住了，那我们后来配合脱掉的业主把它吊起来之后，再加上我们的破坏器材，就快速的把它脱困出来。陈姓男子驾驶大货车不明原因追撞事故后，停在路肩等待排除之2部小货车，事故造成小货车王姓驾驶被撞，摔落高架桥下，送医不治。那迄时看到民众讲，第一时间就落车指挥交通，煞安怎找拢无看到白色货车的驾驶，一直到看向桥骹才发觉发生悲剧。虽然3个驾驶拢无啉酒，但是敢是大货车视线死角，也是疲劳驾驶才造成车祸。警方目前已经用行车记录器来调查，详细原因搁要厘清。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高雄这几天啊，这天气是真烧热，所以真侪人呢拢开始来找冷气。也毋过伫咧新兴区甲前镇区煞拢有传出这冷气设备的火灾。业者是提示讲，这冷气呢已经几个月拢无放啊，开的时就要注意这声音敢有怪怪，也是讲敢有怪味。另外呢，这超过10档的冷气也建议就要送去保养甲检查。乌烟一直冲出来，消防人员用火推车拍火。这是伫咧高雄市民宽1楼的办公大楼，14半暝差不多1点迄卡到，熊熊冲出乌烟。起火点技术是6楼某一间科技公司的冷气主机。小伊，可能是主机设计。伊就严要起要拍我的。过2点钟后，高雄市公司路顶这个大楼主体嘛发生火灾，一个妇人人倒伫咧楼梯间啊，去互救出来，送医了后已经无要紧。这场火灾嘛，有住户拢惊一条。哇，好重啊！什么味道？就烟味啊。初步看是他家是起火点，这个客厅。客厅对。它烧哪个位置？比较偏向冷气主机的部分是，但是实际的那个还是要我们火调来做调查。起火点技术又搁是冷气设备。这礼拜高雄天气平均温度24到30度，不少家庭开始咧使用冷气。卖冷气的业者提醒，冷气若经过几个月无咧运转，头摆启动的时要注意是毋是有怪声，也是歹味。嘛会当摸一下插头后面看有伤烧无，若拢无问题，则表示冷气正常。先打开冷气，那先检查有没有异音跟异味的部分。那如果有的话，就请你就近的冷气师傅来做检查。你也可以来检查你们家中的插头会不会有一些发热的情况。
是要去摸它吗？对，如果说这个插头在接触不良的情况下，这个插头是会发热的。专家指出，使用冷气平均使用的年限是10冬。若处理冷气使用超过10冬，建议使用进前请人清洗，嘛会当顺续顺看线路有安全无，以免冷气因野伤高，即伫摩打也是电路板无法度透开，全咧家己烧起来。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这高雄的温度呢，拢有超过30度。市政府已经证实，这捷运局已经在规划有选定这喇叭底，也有凯旋站这的路口呢，拢总有3搭是要来试办这用路人烈日的设施。早起10点左右，高雄的温度已经超过35度，真正4月中尔，高雄的天气都已经这么热。那真正进入热天，无论是骑车也是行路的人，伫路口等车红灯，拢是一种折磨。民众行伫咧大日头下，无啊雨伞照出动，也是挡袂牢。只要看到有黄的所在，就自动划过去。高雄天气热，卡袂到就是30外度。真正都有议员建议过，应该爱有国外伫路口设热日的设施。前几天新北市就先试办一大路口的自动化热日设施，不少民众拢认为，咱高雄真正有需要。入口的，就是你说就是有遮阳棚嘛？对呀、就是做那个。非常好，非常赞成。就是因为可以遮阳遮雨啊。要不然整个路口就是这样很光光的、热死的，阳光又那么强。伫路口起热日头的设施，真正都议员捌争取过。13有议员即阵讲到，市府已经选定3大地点要先来试办，其中有2大要做伫咧捷运的落巴底站，因为这对捷运站出来要行去轻铁班车，都有100公尺的路程，沿路拢无啥物物件通互民众避日头。议员建议，若爱做，阁爱做了水，而且会当参考台北甲降温的措施，写入去都市计划做归做。我们在计划当中是不是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把街角的2点或者是连续的遮阴设施，这个也放进去我们的融奖当中，来鼓励企业跟我们来做合作。捷运站那个地方，他做一个试点，他这个一定要去做，他们已经要愿意拨钱来去做思考，然后同时也要去做规划设计。那第二个呢，在都市设计科，也就是都市发展局的这个地方来说的话，艳阳高照的高雄，它是需要有一些所谓的降温的策略。市府证实，包括捷运凯旋站、甲落巴底站，今年拢总要做3大热日的设施。同时，都发局这边嘛有咧思考都市降温的规划做法，望伫咧极端气候的影响下，会当互民众的生活较利便舒适一寡。记者柯家族超用高雄仓报道。来看台湾，伫这个月初6的时呢，是正式恢复做非洲猪只的非疫区。也毋过，即马伫咧中华竟然阁有业者无守这规矩，违法用喷来饲猪。县政府是伫咧巡园查到2大饲猪场，拢有这款的情形。一桶一桶的喷，竟然就安尼直接再来低调饲猪。中华县这个月10日，伫中华巡园查到2场饲猪场违法用喷饲猪，伫现场发现3台载喷的清运车，嘛伫地则发现动物性废弃物，违规事实明确。本所于4月12号清晨，联合农业处、环保局及检察单位，针对芬园乡养猪场执行突袭稽查，查获2处猪场违法使用厨余喂养猪只。现场并发现清运车辆载运厨余及未经核准之动物性废渣。中华动防署表示，这2场饲猪业者是同一家人，为着闪避调查，利用假日透早为台中载喷入去猪条，违反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甲饲料管理法相关规定，上悬会当罚400万，而且取消因申请转用饲料补助经费的资格。中华县饲猪协会就指出，台湾真无简单，恢复非洲猪只的非疫区，大家都爱守规矩。重回是3大疫病非疫区是真的很难得。最近大陆那边有爆发南北疫情的口蹄疫，国际上这个各种疫病又更严峻，边境把关这个部分还是要大家做的更确实一点。中华县饲猪协会表示，目前国际上也是有猪只的相关疫情在探烧，除了饲猪户一定要遵守相关规定，千万唔通违规用喷饲猪，而且都要加强边境的管理，策会守护台湾饲猪产业。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来看顶个月伫咧中华呢是有发生这狗仔虐人，也是讲伤人的事件。最近伫咧河边又阁有一个有心的妈妈，互狗仔甲掠一个乌托拜险啊跋倒去。主人是表示讲，这狗仔呢只是出去便所尔，也袂甲人攻击。也毋过动物防疫所呢是指出讲，这影片现得看现啊，这狗仔就是咧甲人掠，所以会依法甲裁罚。有人骑乌托拜入去巷仔内，却拄到狗仔乌白肥。
富林人大声叫车头嘛，准一个好的家在有甲救倒转来。中华好比有一个姓吴的富林人，有新6个，逐工拢会骑车经过嘉电路，大概经过的时阵拢真正惊甲，因为这个徛家内底饲的狗啊，毋是对人吠，就是要讲着，伊甲因兜厝内底人几啊摆拢险啊摔落来。很多次他是在后面那个小空地，然后他冲出来的时候，说真的，那里有一点死角，就是他冲出来其实会来不及反应。实际来到这间林家厝，姓李的主人讲，家己厝内底所饲的这2只拢是米克斯，进前是龙洞狗，体格真好嘛，真活泼。平常时拢放伫家己兜的埕，有当时阵就互因去门口活动，毋过袂去共攻击。我尽量甲关起来做。哦，尽量关起来。尽量甲关起来做。嘿。因为我一定要出来晒尿，伊可能是敢若八甲拍过啊，八甲闭过吼，闭过可能会记安尼尔，因为狗的记忆较好。哦，狗所以正经毋捌共加计，这是事实。以涉及饲主未妥善管理犬只的输纵责任，依动物保护法规定，将对饲主裁处新台币3000元至15000元罚款。中法官董洪寿看过影片了后，认为这只狗真正去攻略，嘛要求主人得要限期改善，甲狗仔管理要好势。进前伫河边嘛发生有15只狗，伫2个月内底至少就造成10件攻略攻家的代志，比头毛小狗甲阿婆家着伤。董洪寿除了依法对主人罚钱，嘛呼吁饲狗的人得爱管理要好势。记者综合报道。白沙屯马正向活动呢，即摆已经行到彰化，这天气有影是真烧热，已经有10个乡镇卡着沙。气象署是讲，这拜二呢，各地头其实上热是有来到33度，也若南部瓦山区的所在呢，甚至是会来到36度。虽然讲明仔载就有方面要通过，这北部甲东部呢是落雨短暂阵雨，也毋过中南部要是着爱注意补充水分。白沙屯妈祖进香团即马已经行到彰化路，沿路是闹热滚滚，不过日头也是真车炎。气象署讲，拜二各地好天烧热，日时气温上悬会到33度。医生嘛提醒休停卡着爱加啉水，嘛要斟酌判断家己的身体状况。根据进香现场医疗团队统计，4月13中到2点到5点都有10个人着沙。差不多2点以后开始就着沙，昨差不多就有5个病人因为着沙，阮送去病院的。所以加上保安嘛，差不多就10个左右，因为有一寡是较轻的，有一寡有5个阮送去病院安尼。另外，气象署嘛讲，拜三有方面通过，西到北部、东半部部分地区会落地渐准雨，气温嘛变较凉。不过中南部要是一份好天，气温伫29度到31度左右。医生嘛提醒，对进香团的民众都要注意关温，以防着沙。沙屯的进香这规路顶头行的时间非常的长，所以大家张灯卡都要补充水分，加减会当休困者，唔通讲一直想要一路行到底，因为这个天气非常的热，所以建议是爱会当有休困，补充水分。医生提醒，气温真烧热，对进香团的民众都要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若是身体无爽快，就要赶紧找医生。若进香现场嘛有提供智慧行动医疗随护系统，有需要的民众会当利用，互进香的过程如安心。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高雄市警方咧查毒品案的时呢，发现有诈骗集团涉案，伊是用这虚拟货币，互钱的流向差无，这洗钱是洗1亿，被害者呢有20多人。以罗贤为首之犯前，除了出资招募车手外，与被害人面交，另于高雄市三民区一带设立虚拟货币币所。再由机房成员以话术诱使被害人至指定之虚拟货币实体店面购得虚拟货币后，再将所得之虚拟货币打回诈欺集团提供之电子钱包，以合法交易掩盖非法所得，制造金流断点。全案依涉犯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这警方对去年3月到今年是拢总发动6届的搜索，抓到10个人，也甲这虚拟货币、手机啊，甲一寡这高级的轿车拢甲扣落来。警方是呼吁讲，这款诈骗的做法呢，是用实体门市咧掩护民众，若准有诚意，安尼老本可能就拢无去啊。
另外来看，这美伊之间的谈判在失败了后呢，美国总统川普就随宣布来启动荷姆兹海峡的军事封锁，禁止任何船只来出入伊朗的港口，而且呢，伊个大硬表态，袂互伊朗甲大家揩油。也毋过现主时，这英国甲法国等等的国家呢是拒绝来参与这项军事行动的。另外，这伊朗的首都也有街头示威来反对美国。美国甲伊朗伫伊斯兰马巴迪的谈判并无共识。美国总统川普虽宣布，美军伫台湾时间8日暗时10点对荷姆兹海峡展开军事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会拿查所有出入伊朗港口的船只，尤其是针对甲伊朗纳非法过路费的船。川普强调，这项行动是为着反击伊朗对全球能源命脉的控制。We can't let a country blackmail or extort the world, because that's what they're doing. They're really blackmailing the world.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happen. 面对美军的封锁，伊朗官方威胁会针对波斯湾邻国的港口进行报复。在迄兰街头出现大规模的示威，数千人用国旗画出反美国的口号。有民众回顾过去40多天的战争，认为川普真侪届画要崩人的电厂也是基础设备，也毋过落尾拢无影，所以对这届的封锁令嘛感觉破破啊尔。اینکه مثلا میخواد بیاد خیلی از نیروگاه‌های ما رو بزنه، زیرساخت‌های ما رو بزنه، خیلی چیزای عجیب غریبی گفت میخواد بیاد جزیره ما رو بگیره، ولی هیچ کدوم از وعده‌هاش محقق نشد. اینم یه وعده مثل وعده‌های دیگه‌اش همش تو خالیه. 虽然美国态度强硬，也毋过盟友并无徛共阵。英国甲法国已经表示袂参与封锁行动，强调必须爱伫国际法的架构之下展开航道。联合国也提出警告，荷姆兹海峡断站已经严重影响到化学肥料的出口，也佫有全球粮食安全。也毋过因为原油的价格正意外落到1桶100块美金以下，美国三大指数也有起，反映市场也是希望外交的谈判会当出现机会。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因为伊朗即马是有讲要来谈判，消息一个出来呢，美国的4大指数就拢起啊，台股盘中是上悬，阁来到36234点，这是创历史新高的纪录。因为台积电伫咧盘中呢是起到2040块，其他原物料类的包括着塑化甲油电也拢表现袂歹。美国总统川表示，伊朗是有想要达成协议，规个金融市场拢足欢喜的，因为美国4大指数全部拢起，14号亚股出红盘，韩股起到要6000点，日股起超过1000多点，台股阁直直冲起哩。盘中搁捌上悬伫咧36234点，台积电嘛起哩到2040块。它创历史新高的主要的理由有几个啦哈。那第一个当然是我们去年的财报公布出来，将近4.6兆、4.5到4.6兆这样的水准，其实创下历史新高的数字背后所代表就是今年的股东会行情会非常不错。那台积电带头抢悬，其他包括台达电、鸿海、联发科、日月光嘛拢走悬。大立光最近传出提速大客户苹果的订单，转向 CPU 的领域，股价强势起停。特别的所在是伫咧过去敢若电子族群起的状况，14台湾上市类股，会当讲是百花朝开。其他像讲原物料类股，包括塑化族群的台塑、南亚，盘中嘛有超过5%起伏。油电燃气的台塑化、嘛为乌、丙昂起哩。油跟股市同步上涨，这代表的是金融市场已经开始对于美国、伊朗之间冲突出现钝化的现象。专家认为，台湾出口的数字连29红，显示咱台湾的股市基本面要是真有韧性。不过，因为中东战事的影响，盘中的震动可能会变作是最近真史上的代志。预计伫咧这礼拜是台积电发出会，若是毛利率会当有真好的表现甲成绩，拜五的台股可能会阁爬起哩。今仔新台票换美金的汇率，14号以31.73开出来，盘中阁有31.676起超过1角。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来自中国的李正秀，这争议是真大。昨民众党内的中评会呢是认定李正秀有严重影响到党的名誉，所以决议即时来开除伊的党籍，等于也失去不分区立委的资格。所落来是应该会由成大的教授柯忠信来接这个课。我们非常明快、果决的一致性认为，李正秀委员必须予以除名的处分，而且是即日起生效。
民众党立委李金秀涉嫌风波直直探，中评会13下晡开会，决定甲李金秀开除党籍，即时生效。民众党指出，因为李金秀真侪言论甲行为影响党的名誉，破坏民众党和谐，佮加上连续违规，甚至佮要求若准是不分区的立委，就要摕到特定金额的补偿，严重损害到国家公职伦理。他认为应该要有人要付出代价，他才愿意离开这个职务。这件事情可能是他的文化上面的水土不服，或者他对立委职权的不了解。这件事情是在不管是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接受的事情。即日起就生效，所以李珍秀委员呢，他就不是本党的党员了。那关于后续这些立委职务相关的，我们就是会依照今天中评会的评议的结果，后续的行政作业我们会继续的来进行。您都不会提任何法律上的诉讼吗？目前不回答任何假设性的问题。李金秀离开中评会时，并无加讲开会过程，干那讲会尊重党的决议。暗时7点，伊是伫个面册发表声明，讲唔甘伤害民众党，也佮有前党主席郭文哲会接受中评会除名的处分，而且未提出诉讼，也是仲裁。不过，伊也讲4月7日迄天是高一方面互党要求伫个总质询了后公开宣布是立委。伊也讲家己唔是用实质来交换利益，而且一仙都无摕，终其尾伊的立场拢无变。我们希望他能够继续跟我们站在一起，而不要转身跟撒旦为伍，更不要跟魔鬼共舞。所谓的上台靠机会，下台靠智慧。李金秀已经无民众党的党籍，所以也失去不分区立委的资格。后一个接手的是前台联立委柯忠信。记者综合报道。电视会结束了后，在中国是来公布10项对台的政策，针对着金门甲马祖呢，是讲要来推动通电、通气，也佮有通桥等等。有金门的议员是主张应该爱甲金门设做一个台湾的特区，也建议讲应该甲这个议题摕来公投。那金门县长呢，伊是回应讲，这是中央的权责，毋是金门想要安怎就安怎的。电视会结束以后，中国各大办在12日时公布10项对台政策，其中有关金门马祖的部分，有包括推动福建沿海地区甲金马通水、通电、通气、通桥等等。8日的时，有金门县议员在议会质询，主张甲金门设做台湾特区，认为安尼较有机会促成这建设。嘛建议县府甲金门设特区来做年底选举的公投议题引起讨论。通水、通电、通桥，好的通桥就无很简单啦。一定要从特区才有机会嘛。讲咱金门哦，有大陆讲的第一先同业的模范，咩先同业？因为这个是因为2个大国的博弈哦，咱金门可能会捡到钱有好康啊。所以我是感觉甲县长建议哦，咱金门这个特区要不要办一个公投？那金门县长表示，10项对台政策甲金门相关的建设，这是属于中央的权责，就要有中央的预算支持才通做。不过，亲像小三通、陆运中心等等，只要法令允准，金门会当成做。中央的代志但是咱会使想嘛，咱来用中央过来沟通，过来清楚哦，真侪工作就是讲，咱一个方面讲在意，咱就在意。金门当有真侪工作需要做，建设嘛爱中央支持啊。能做的，可以做的，我们一定要让中央更支持我们。金门县议员表示，尤其受到中东战事影响，起价冲击民生，呼吁通气、通桥等等关系民生的项目，县府应当尽力甲中央争取。县长陈福海是强调，真侪工课拢爱甲中央沟通。金门目前也有侪项建设爱做，若会当做的，会尽量说服中央支持。记者卢尚珠、曾俊佑综合报道。去年7月，这嘉义市呢，是因为丹那市风台观光的产业受到真大影响。今年这地方政府是来推出各路自由行的补助计划，对4月13中昼开始呢，无分休困日也是讲平常时，只要带一枚，安尼一间房间就会当补助1000块，有2000万的经费。业者是表示讲，这带房率呢，确实是增加2成至3成。舒适的房间，外口毋但有高楼站的风景通看。饭店内底阁有多元的设备。4月13开始，嘉义市各路补助计划正式开始。饭店业者就表示，民众的反应真好，这活动确实有提升人客来住的状况。真的那个效益真的很好，所以说我们住房率也增加了2成左右。我们比平常大概增加了2至3成的住房订房量。为着要刺激观光，嘉义市为顶个月26日开始，就开放饭店房间过暝补助1000块的网络申请。半个月的时间，申请人数就超过10万人。嘉义市政府表示，
完成网络登录无一定就有补助，主要也是爱看大的日期。根据研究，因为战争的因素，国人在消费上都有降低了大约5%。正因为这个时刻，我想我们公部门带头拿出来，这也是全国第一个国旅自由行补助的重要的方案。饭店业者指出，市府编2000万的预算，一间房间补助1000块，算来计用2万的名额，可能伫10工之内就会用煞。除了业者嘛会推出配合的优惠方案，嘛希望市政府会当够增加预算，替业者游客甲产业带来三赢的局面。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来看这基隆港，去年来坐这国际邮轮的旅客呢，是有99万外人次。也毋过这游客落船了后呢，煞拢走去上北市咧佚佗。即马基隆市政府是要甲目标锁定伫遮的船员，试办200块的现金抵用券，互遮的游船的船员，希望会当透过因来推动着基隆的观光。13开始，基隆商店观光巴士为因应最好天气，打造透明的玻璃天窗。即马开始，每天西4班，串联正滨渔港、海科馆、北岛的车头顶基隆有名景点，当然可以经过庙口夜市锁定观光客。一支票包含住宿费，大票500块。不用那么麻烦，自己去找车去那么多的景点。刚刚找车有觉得麻烦吗？我们打不到公车，所以要 test. I think it's drive around here is really quite good view. 只有一艘双人观光巴士的话，没有办法真正形成一个有效循环的路线，所以这个部分未来从这个起点开始，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再增加我们的运量。那邮轮旅客来这个优惠，去年到基隆港的邮轮旅客将近8万，不过大部分旅客落船拢去上北观光。在地点头观察，反倒都是邮轮顶观船员。在课工期间，在地消费更较济。基隆市政府锁定船员做观光推手，发200块现金抵用券，吸引邮轮船员加入基隆，各分享体验给船顶的游客。船员的话，他们对于新鲜的事物尝试度会比较高，比较舍得花钱。比一般的外国游客还舍得花钱。船员朋友的话，来我们的摊商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至少会有3倍以上的业绩。市府表示，邮轮船员优先计划初步锁定，母港是基隆的邮轮公司的海船员，未来搁看情形是不是扩大对象，因为为争取搁较侪观光客来基隆，这礼拜会邀请马来西亚旅游工会亲身坐商店观光巴士。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泰国传统的这庆泼水节，这是家家户户呢是借这个泼水来消灾解厄、祈求好运。也毋过这时啊，包括这个清迈在内呢，煞有严重的空气污染的问题，官方是想尽办法要来改善。来看咱国际记者杨志强的报道。在热天，泰国工人挂吹暗工作。每年为2月到4月左右，泰国缅甸寮国拢有农民进行传统火警烧农地。不过，因为清迈甲泰国北部地区拢是山区，加上新民在抗旱时阵会发生火灾，种种因素，或者地区空气污染是真严重。So actually, normally you can see the view of the mountain very clearly. But when the smoke season, you cannot see nothing. 近期泰国北部跟清迈出现严重的空气污染，不止 PM2.5 的指数相当高，甚至让清迈在上个礼拜一度成为全世界空气污染最差的城市之一。然而，这些严重的空气污染不只影响了清迈的市容，甚至也对人的身体健康有相当严重的影响。My body gets itchy. I got some skin rash sometimes. My eyes and my nose are very dry. But I also have many of my friends that when they sneeze, they have blood coming out from their nose. 泰国政府在2015年提出零焚烧政策应对，清迈大学环境科学研究中心也长期推动这议题，辅助政府甲民间的合作。Zero burning policy means no one can burn during the restricted duration, because we can see the hotspots, the active fire hotspots happen during the zero burn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We think that we should come up with the new measure like we should allow them to burn sometimes. 透過各方協調，泰國政策轉變，禁止甲自主申請兩個政策攏有。Ask the people to register first, and then we use the forecasting system
in advance, like 7 days, 5 days. But we have to know exactly where is the location, what types of crops they are burning, and how large the area is. 无法度完全禁止，就爱共存。安怎找到上好平衡，对泰国政府来讲，挑战是正大。公司国际记者泰国报道。再来看这天主教宗良14世是访问非洲11天，头一站是去到阿尔及利亚。这总统呢亲身来甲接机，而且俄罗教宗坚定守护和平的立场。原来这教宗呢是因为进前呼吁中东停战，结果却受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批评。伊除了是支持原底的主张，也呼吁大家都爱关心非洲大陆。天主教教宗良14世当地时间13透早到阿尔及利亚。总统塔布纳亲身到机场迎接，在咧简单的欢迎仪式了后，教宗前往阿尔及利亚历史纪念碑，向独立战争的英雄致敬，强调天主是望每一个国家拢有和平。总统塔布纳嘛，俄罗良14世在咧加沙还有伊朗的冲突当中，有话直讲的立场。也那教宗在咧出发进前，去互美国总统川普呛，互全球14亿的教徒强烈谴责。良14世在咧阿尔及尔大亲政时无点名，不过继续批评强权国家的新殖民主义，嘛呼吁全球的领导人继续关注非洲大陆。By respecting the dignity of everyone and allowing yourselves to be moved by the pain of others, instead of multiplying misunderstandings and conflicts, you can surely become protagonists of a new chapter in history. Today, this is more urgent than ever in the face of continuou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neo-colonial tendency. 梵蒂冈统计，全球1/5的天主教徒伫咧非洲生活。教宗这摆头一站选择阿尔及利亚是特别有意义，因为在地4800万的人口，大多数拢是穆斯林，天主教徒无够1万人。这嘛是在地头一摆接待天主教的教宗。And he said that he wanted to come to visit Algeria because he wanted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the Christian world and the Muslim world. 即马70岁良14世，以教宗来讲是真少年，嘛真健康。这嘛是伊就任了后头一摆重要的国际访问。接下来会继续去卡麦隆、安哥拉、赤道几内亚等等中非国家，预计23转去梵蒂冈。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来看咱全台湾呢有30间医学中心等等的大型病院，因拢有家己的这个电子病历的这个系统。也因为大家拢无相像，所以民众呢要转病院时，就要甲资料拢款的甲查过。即马卫福部是宣布，伫咧5月开始呢，所有的医学中心是会整合着电子病历的系统。未来民众要转病院，唔免搁再查资料啊。民众去病院看病做检查，若准想要换一间病院问第二意见，英国拢爱家己去申请病历资料，至少爱去病院2-3转。为着提悬就医的便利性，为今年5月起，民众看院就医的时，会当唔免搁早公碟片、纸本病历等，医生通透过电子病历系统，即时掌握患者的病史、用药记录甲影像检查结果。你就不需要再过来申请啊，对啊，然后直接我们就可以在那边的话。他调资料就可以看，对病人帮助会比较大呀。不用花一部分钱，那也不用跑来跑去，时间上嘛，对，不用浪费时间啊，对啊，因为大家都很忙啊。卫福部表示，虽然健保署推动分段药历、病历，不过无极细化，即马透过快速健康护照互通性资源，简称 FHIR， 就当将各医疗病院的资讯系统标准化、极细化，互相连通。按算今年，包括马街、长庚等医学中心、甲准医学中心系统，拢会当完成连通。明年扩大到区域甲地区病院，后年搁再到卫生所甲基层诊所。只要由星光医院转诊到阳明医院去的时候，阳明医院可以直接在他们的电脑系统取得他在星光医院的所有的病历的资料，包含影像的呈现。呼吁卫福部务必强化病人的同意权，以及严格的资安稽核，才会让这个政策从医院端的方便转为病人端真正的受益。卫福部强调，这套系统是亲像插座的概念，会当伫无共医疗资讯系统中随插随用，唔但提高医疗服务品质，方便民众转院，嘛减少用纸影印兼顾环保。记者综合报道。
由金兰豆油第4代生种的业者家己创办的这个康普茶呢，竟然标出甲这食品解日期，和卫生局甲食药署查到过期的原料甲成品，拢总是47项，有300多公斤重。即马专案审后，这个业者甲伊的看守呢，是以100万甲30万交保。时间：中华民国15年4月10号，封存食品及二氧化碳2瓶。卫生局人员甲封条搭伫涂骹的物件，详细一个看，毋若利用化团，铁桶干那要一箱一箱原料，保存期限差不多拢过期咯。太久了吧？我觉得它是重复成本的，没有了解，对。稽查人员甲工厂工作人员详细核对资料，尾也算出来有47项，总计325.67公斤的原料，半成品甲成品拢甲封起来。立刻勒令业者停止制造贩售。全案目前已交检方深入侦办中。经过修正了后，涉案食品公司用新管装具茶的方式指示员工加3种330%的铝管康普茶，加管底后期标示解冻消了后定印延长保存期限，再加过期的铝管茶水，第2摆加工，佮加入其他过期原料，组成另外4种风味的茶水，结果卖出去。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中性被告、林姓被告涉犯刑法诈欺及食品安全卫生法等罪嫌，罪嫌重大，分别以100万元、30万元交保。因卖这乌心过期康普茶4种业者，原来是金兰豆油家族第4代，退出金兰经营团队了后，自创品牌好滚好纯康普茶，也办2摆得到世界银牌，却是涉嫌篡改食品效期，加使用这个过期的原料。这种过期的饮品，其实它容易受到环境中的微生污染，常见微生物包括金黄色花球菌、大肠杆菌等等，担心会有食物中毒的风险。医师警示，食过期食品可能有着病的风险。因若食品公司到结果进前无回应，敢伫官方的网站发出公告，讲已经确认内部流程控管疏失，无达到本公司遵循的品质标准，并且开始互人退货退钱咯。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埔里的竹学之路呢，才打启用无到3冬的时间，即马就传出这树仔互人破坏的代志。有民众是发现这其中有2丛小楠树呢，那像是互人用这锯仔甲锯一刃，看度是要到2公分，这是引起在地的议论，烦恼这是雕工要互树仔死的。这乱来啊！这行道树不能随便破坏啊！这2丛安尼死啊啦，这无法度啊啦，真恶心的。对啊。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看到树仔互人安尼锯，是真正唔甘，唔知影是啥物人会遮恶质，而且是2丛树仔拢锯。这是南投埔里的竹学之路，会当散步，袂当骑卡车。埔里镇公所接到消息，赶紧派人来调查，发现这是树林地，现场嘛无监视器，嘛无法度掠到凶手。这阮头家种的啦，都好好是安那甲记安尼，咱嘛唔知。是阮头家甲我讲，我才上才出来看。经阮公所来即个查证，毋是阮公所做的，嘛毋是地主所破坏吼。公所表示非常的痛心吼，遗憾啦吼。2丛树仔若准讲有死去，为着即个安全吼，公所会来合作来甲这树仔来移除。互人破坏这2丛是小楠，树皮互人挂一链，生态专家讲，树仔恐惊无法度移植，可能袂活。环状剥皮哦，伊规身躯的养分拢无法度由树皮送入去伊的头部，最后这丛树木一定会死亡。尤其是环状剥皮，若甲剥甲足清气，新陈层拢剥掉，要救回来机会是足少的。这条竹学步道全长1.5公里，是南投县长柯淑华2年外前向中央争取800万整修的自然生态景观的步道。专家讲，小楠树生了8万，也要生啊遮大丛，上少嘛爱40-50冬。即摆因为人为雕工锯一链，这2丛树啊，等于已经互人判死刑。记者安修南投报道。好，讲到这食物的保护，来看新竹市呢，逐冬的3月拢会伫18尖山来办这花季的活动。不过有民众所反映讲，这花呢，才种无1个月的时间，已经超过一半拢打冷去啊，有的甚至佫已经烂去。害者来看花的民众是真失望。市府是回应讲，主要呢，就是因为4月初的时，这新竹有落大雨，害这花种袂活，所以目前会赶紧派人去处理。
工作人员躯底回报，甲已经冷起的火挽掉，并还准备提起弹，规地已经烂起的火。一寡游客原底是要来寻着18尖山看火，即马过半数的火，却能变做这款模样。那就是没浇水啊，离谱啊！可是看有一些花是还好啊，有一些就不行了。是有点失望了。希望花期是能长点，但是这也不是能控制的了。新北市18尖山每年都会举办赏花季，不过今年却互人发现，种无一个月的花，大部分拢已经冷去，甲原底所想的拢无同。市府表示，主要是因为4月初新的落大雨，影响到这的花，会赶紧派人去现场处理。主因系本月初强降雨所致，市府已派员现地了解，并责成厂商于今日进场办理整理作业，先行清除枯死植栽。并将接续办理补植作业，以紧速恢复整体景观品质。市府讲，刷起请厂商针对已经冷起的花赶紧处理，来去种新的花，让再互18尖山恢复花海的景观。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再来看这高雄寿山的有4个石洞，逐当的11月拢会开放予人来参观。不过有文书工作者所指出讲，这当中呢上界出名的星星洞，这内底的整理证呢，那像予人家头锯掉，而且石壁呢，搁予人家刻字。原来这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因是讲，迄拢是过去受到破坏的，有可能是这恐怖这氧化变色，才会造成误解。治安全无拍开无一定的电轨，伫孙守官的带领下，豆豆行入高雄寿山正出名的石灰岩洞、星星洞，内面世界拢会当看到真如石石笋的地形景观。不止个要真侪隐过，因为无人管理，互偷记偷喷漆刻字的群者。有文书工作者讲，以早来看无遮尔严重，伊12过来看到杯酒大红刻字的群者，敢若是新的。后段的部分有看到有那个写字被人家涂鸦，有是新的痕迹的，是有。被涂鸦写名字啦，像到此有这种的字样，就感觉他们就是没有公德心啊。对啊，天然的东西应该让它自然保留下去嘛。专工来看石灰岩洞的民众，看到内面刻字刻甲乱糟糟，嘛感觉真唔通。针对这支星星洞，阁有人来挑工破坏。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讲，洞内刻字甲头记真如石，拢是主管处100年设立进前就发生的。因除了委托高雄师范大学用影像记录去比对，是不是有增加人为破坏？石洞外口有监视器，冇安排保测总队甲巡守员伫咧山顶做巡视。各个洞穴串联成一个路线，这样，那总共有5条。那这些洞穴巡守员的话，基本上每位都要来服勤，所以我们就是总共有63位，是会去寻那个洞穴里面有没有什么异常的现象啊？那会不会有一些自然的生态啊？例如说，有没有看到蛇？或者是洞穴有小雨蛙。主管处表示，只要查到违规破坏，相关罚3000。有民众建议，刻字的群者甲抹个白，伫咧无开工的时，甲洞口扎起来，避免有人走入去作乱。主管处强调，安尼颠倒会互石灰岩受到更较大的伤害，敢若会当单机家己豆豆啊提起。另外，甲洞口扎起来会影响到石洞的生态，目前并无按算安尼做。记者郭家族柯兆勇、高雄场报道。民进党前立委陈后票是互人指控收这业者的乌西来推动修法，也有涉嫌诈领助理费，不法数就是超过800万。今仔日台北地院呢是重判这陈后票16档，剃夺公权有6档。交法有话想说吗？你会觉得自己是冤枉？羁押8外天，去年底交保的前立委陈后平面对贪污的官司，涉嫌收乌西钱推动修法诈领助理费，去用指控涉贪的金额超过874万。案件经过台北地院审理7个外个了后，暂时宣判，依照贪污的无违背职务收乌西钱，还有不正利益等罪，一审重判16年，剃夺公权6年。陈欧珀的部分呢，他仅坦承非法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公费、助理、补助费的犯行。致使否认其他犯行的犯后态度，被本院呢判处应执行有期徒刑16年。涉嫌贪污的陈后平，敢若承认诈领助理费，对着收乌西钱，伊拢无要认。那一审认为，陈后平伫立委任内主动向香港协会理事长收乌西钱，来换互伊通去提案修法，也佫有收租赁业者的钱，用政治现金来包装汇款，协助调开协调会。我们会先调主文看到了以后看电子判决，我们才知道到底它是哪一些项目有成立。
宣判了后，实际打电话给陈后平，手机也无开，无法度得到回应。毋过，毋是干那伊去用判有罪，连伊的家后妻惠如一审嘛无法度闪过，除了牵涉诈领的证据，也搁去用指控侵占正义兰协会110万的财产，去用判4当6个月，批夺公权3年。我担心委员被收押。那这专案其他的被告包括香港协会理事长，也搁有人头助理等人，大多数拢是假罪，部分是无罪。记者综合报道。我互旅游今年初呢是互海客甲侵入有20万的个资，拢互人甲公开。关公司认定这情形有影是真严重，所以罚100万。有专家是建议讲，这企业家呢应该都爱有成本辨识等等的验证。我旅游今年1月系统去互人逆向攻击，经过专业的单位检测，发现受影响的比预期更较大，包括一寡旅客名姓、护照，还有行程内容，全部拢验出来。关公司调查了后，认定违规情节真重大，罚100万。消基会嘛指出，过去欣西旅行社嘛捌发生36万条消费者的资料外泄的事件，迄时嘛帮助投诉的旅客团体诉讼。若是这摆五福旅游的消费者有需要，嘛尽力斗3工。政府机关呢，严格来要求有关的业者呢，应该更提高他的一个各自的保护措施，防止呢一则再而三的一个重演啊。五旅游发布消息，正式去互人裁罚。另外嘛回应讲，已经把治安机制强化，还佫有强化资讯安全系统，遵照主管机关相关的专业的建议进行，包括加强资料去识别化，还佫有加密、加强预警。另外今年嘛全面启动大规模的数位转型，加强治安升级、电子签章等等。治安专家分析，最近这几档大型企业个资外漏的事件是一直传出来，这代表口罩的密码安全性已经无够啊。从使用者在登录的机制上面做一个改进，比如说可以导入 FIDO Passkey。如果今天这个骇客已经取得这个使用者账号密码，他事实上也无法做登录，因为整个多因素的这个验证，事实上不会只验证账号跟密码，这个是一个重点。专家指出，大摆若是拄到个资外泄的代志发生，应拢是呼吁消费者改密码。不过，若是以资料管理端加强管理，安尼预防则更较有效。譬如讲，亲像加入生物辨识了后，产生虚拟的金锁匙，就算讲骇客摕到密码，嘛无法度登录，就会当提升安全性。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民众党即马已经开除李正秀，而且呢，讲伊是用失职要来换补偿金。原来李正秀是否认指控，佮家己是受到政治压力，唔才会死。继续说谎，其实伤害的不仅仅是这个党而已，对他个人而言，恐怕也不是好事。讲党话爱李正秀自重，民众党中评会决议开除李正秀党籍，佮指出李正秀要求爱摕到钱才愿意是不分区立委。不过李正秀无要认这个指控，背后家己是伫高度政治压力之下才会失职，佮否认用交换利益来做前提，两边各人讲各人的。对此，不过唱反击，对李正秀发声明否认，感觉真意外，因为伊开喙讨钱，毋是简单伫4月初7迄日下早尔。李正秀委员突然提出了要求，要用金额去补偿他接下来在立委任期当中的薪水、租金，还有其他一切的福利。他认为说他要先拿得到钱，他才愿意去持续不分区的立委。作为台湾民众党的党主席，我是绝对不可能容许。大家都是同事，大家也都在党团来讨论。所以基本上应该不是有什么叫做高度的政治压力嘛。外口传讲李正秀伫会议顶悬讲，党念这点仔钱拢摕袂出来，互伊看袂起。吴国昌嘛证实真正有这件代志。家己听到这句话时，心内艰苦，无法度形容。李正秀互开除党籍，民进党团批评歹戏拖平，总算落幕，哪位是表示尊重。对民众党来说，其实李正秀就是他们的恐怖情人。现在总算愿意让这个歹戏拖棚的戏赶快落幕。这个民众党的家务事，我们就没有评论了，就尊重吧。陆委会主委邱水正表示，李正秀案是个案，关键伫当事人无及时放弃相关户籍甲国籍，依法无参选资格，嘛强调此案甲整体绿配团体无关系。政府有案的依法保障绿配伫台湾的参政权甲生活权益。记者综合报道。
之前讲这台湾国际电竞公开赛呢，是因为无预算，所以宣布停办。即马协会表示，已经用这新北国际电竞公开赛重新来申办，所以确定6月7日就伫邦桥体育场来举办。台湾电竞公开赛打升价银票的资格，电竞协会7月就伫官网宣布停办，电竞界是拢感觉真无彩。在这个边缘的选手一开始听到说那少了这场，那真的就等于没有机会了。运动的各种种类能够兴盛了，不能说那个国际赛我们没办法办，然后又没有这个国际舞台可以出去。基层教练甲选手无法度累积经验，阿文无达标的选手嘛减一个机会。其实电竞协会送出的计划是运动部转到单项协会升级赛事规格的2026台湾品牌国际赛事精选计划。除了办赛事，阁需要办理跨协加大的活动，是新兴的计划，却因为调业预算动力，到今也未通过。运动部长李阳才会伫初告表示，进前已经有讲过会当用文化基金来支应。如果是按原来用运动发展基金的话，其实办理赛事本身的话，就是不用再办跨域交流活动，也是符合相关的规定。电协13表示，配合世界电总以城市签名的惯例，用新北国际电竞公开赛重新申办。不过14早起已经正式收到世界电总的获批，确定6月7日、7会伫邦桥体育场复办。新北市已经将板桥体育场符合国际标准的跑道、看台全部做一个翻新。新北市长侯友宜无回应新北是分担偌济经费。根据了解，台湾电竞赛改名做新北国际电竞赛进前，新北市府已经有分担经费，共同主办。当停办又搁复办，电竞界是甲肯定。所有体育界人士私底下表示，总预算因为调业动力卡关，毋是一天两天的代志。运动部若较早甲协会表明会当用文化基金，那会顾在协会单方面停办。运动部甲协会的沟通爱搁较加油咧。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台湾选手呢，这几冬来伫国际比赛拢摕到真好的成绩。弘道基金会董事长林宏德呢是要分5000万的奖金，那运动部长李勇也要甲伊金牌奖金拢甲捐出来。把奥运金牌的奖金新台币1000万元。加石链选手郭幸顺得到奥运奖金1000万，羽毛球选手王泽林、佮无胜区金牌林玉婷拢有1000万奖金。运动部长李勇因为公务在身无到现场，不过伊也伫面册发文表示，要甲1000万奖金全部捐予公益团体。佮讲一路以来有国家企业的栽培，才会当徛起奥运的颁奖台。如今佮较重视的是运动制度和环境，所以决定甲这笔奖金捐予社会佮较需要的所在。来，谢谢念青。弘道基金会董事长林宏德以基金会名义家己提钱出来，发2022年东京奥运和2024年巴黎奥运的奖金，金牌1000万，银牌200万，铜牌100万，拢总发出5000万。我一直很希望我们的体育能够在国际体坛上面站上 top 10%。台顶这台湾选手拢是替台湾为国争光的运动员，接落来要继续替亚运做准备，为家己、为国家争取好成绩。重点就是6月6号的这个亚运的决选，对，然后选上了就是亚运。之后自己可以再争取更多的好成绩，然后为国争光。那希望说在亚运前的比赛可以借由很多比赛，然后去找寻到自己跟相姐更多的不足的地方，然后希望在亚运的时候有好的表现。弘道基金会在记者会上也表示，未来会计划对2026年开始会统一奖金的机制，来用包含奥运、各有各项的世锦赛，希望透过奖金来培养台湾的精英选手，做选手的靠山。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今仔日台湾各地又搁有平湖、金门、马祖，大多数是好天到济云。过昼了后，山区会有南山地渐顺雨，明仔载微弱锋面通过，北部甲东北部的气温会小可下降。
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